咱秋老菜来看到传统的料理有新的食法。今年40岁少年头家叫做蔡正学，伊研发铁板挂包和传统的挂包内底阿爸三层肉无同款，伊特别发挥创意，有牛的三层肉、鸡腿肉、加禽胸肉，也阁有这个鸡肉丝菇的冻景。等人客点过坐了后，伊就把食材放伫咧铁板炒好热，配特别做的鸭味料，也阁有卵、家己炒的咸菜和土豆仁粉，一口加落，一喙加落，有口味骨落。真鲜的鸡肉伫咧铁板顶悬一直咧甲炒，这唔免另外下油，用鸡腿本身的油安尼落去打煎，再搁甲淋特chế酱料，甲炒到入味，安尼就会当起鼎咯。现吹好的挂包，伫咧顶悬搁甲撒一寡土豆腐含这个咸菜，中搁甲夹一粒这个半青色的卵含鸡腿肉，这个会煮食的铁板鸡腿挂包，安尼就完成咯。传统我不喜欢吃。传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而且它的传统的那个猪肉比较肥，对，然后这个话比较特别。你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？是鸡腿肉，它肉比较软，对，比较好吃。很多客人会比较忌讳油花这一块，那我们也有类似，就是说推广出鸡腿、跟鸡胸，还有牛五花跟猪那个杏鲍菇，那主要是要区隔出。我要舍弃油腻的口感，但是我要从其他食材可以创造出更好吃的风味出来。改良传统挂包迄落油腻的感觉，用特chế酱汁来甲做调味。挂包内底包的咸菜嘛是当工现炒的。自己炒比较卫生啊，然后调味比较好啊。无用市面上咧卖迄款变的咸菜，蔡正学有家己调味的秘方，搁甲撒一寡糖落去，安尼当提升即落咸菜的香气。即落真有人气的鸡腿口味，若是要做到安尼食会刁喙，肉都爱先用蜜汁安尼甲生过。真有创意，还阁有即落暗红的口味。挂包内底来甲包即个甜不辣甲咸酥鸡，是安怎会有即款的想法的？原来是伫咧2000年打创业的时阵，蔡正学拄开始的时阵是咧卖即个煎鸡排，尾啊因为看到台湾人真爱食挂包，才会伫单位的边啊，过来采一档专门咧卖挂包的，一捆头做2款无共款的生意，安尼看着干咧真青硬，阁真好赚。毋过其中的劳心苦俭、操心背薄是无人知的。低潮的时候就是生意量并没有那么好，然后有时候会怀疑人生的境界。一天只卖10个挂包吧，最低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完全零知名度，你就是在用，反正就是在那边就是等客人就对了。田螺甘水过冬，甲熬过这个2年的过渡时期。不过伊较早伫咧三市卖场咧卖物件，伊的业绩真好，薪水上无拢有6、7万以上，所以伊决定讲家己要出来创业。因厝内的人拄开始拢真无谅解，不过为着要做到上好的，嘛要互厝内的人看会到。蔡正学这18年来，为着生意实在是足拼死。其实只要东西做出去，客人的回馈是正向的、有成长的，我是觉得就很棒的效果，然后这样就觉得很值得。即马伊毋但有这个顾客肯定，还阁伫咧家己的头路顶悬，更较知影家己的轻重，嘛去熟悉到真侪无共领域的朋友，对别人的身上来去体验到无共的人生。对蔡正学来讲，这落人生赌场真正就是食一回学一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